有冇諗過你飲開嘅一間香檳莊，曾經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同德國納粹軍鬥智鬥力，莊主甚至揸住坦克衝鋒陷陣，直到大魔頭希特拉嘅巢穴。Why So Funny 今日帶你走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入邊嘅香檳故事 Laurent Perrier。故事嘅主角就係 Laurent Perrier 嘅莊主 Bernard， 一位法國抵抗運動嘅真正英雄。喺二次大戰期間，德國大肆掠奪法國嘅香檳區，成千上萬嘅頂級香檳被搶走。但係 Laurent Perrier 嘅員工係咪就咁坐以待斃？佢哋喺地下酒窖築起假嘅牆壁，塗上泥土同蜘蛛網，成功隱藏咗呢啲咁珍貴嘅香檳，避開咗納粹黨嘅掠奪。Bernard 本身就係做開游擊隊，喺戰爭嘅後期，佢覺得做游擊隊都唔夠過癮，佢想親自開坦克去剪碎德軍。當時正規裝甲部隊名額已經滿咗，佢竟然跑去同法國利克勒將軍麾下嘅團長行賄。佢拍住心口咁同將軍麾下講：只要俾我開個坦克，我就將100支最頂級嘅 Laurent Perrier 香檳送俾你。團長一聽到，口水都流埋，二話不說就俾咗一架啱啱繳獲翻嚟嘅坦克。法國嘅軍隊聽到呢個消息之後，仲流傳咗一句笑話：呢一個細路居然用100支香檳買咗一張上戰場送死嘅門票。Bernard 好似電影中入邊帶住主角光環一樣，佢唔單止冇死，仲成為咗擊殺納粹嘅王牌坦克狙擊手。Bernard 喺戰爭嘅後期越戰越勇，作為法國裝甲部隊嘅成員，竟然係首批攻入希特拉阿爾卑斯山一個名為鷹巢別墅嘅士兵。攻入別墅之後，佢哋竟然發現大批被納粹掠奪嘅頂級香檳。呢一批頂級香檳入邊竟然有自己酒莊 Laurent Perrier 嘅頂級香檳，呢個莊主真係唔簡單。Bernard 由自己酒莊被搶香檳，到做游擊隊，最後成為法國裝甲部隊成員，仲搶翻屬於自己酒莊嘅香檳，成個情節都可以拍成一套超級緊張又刺激嘅電影。當二次大戰結束咗之後， Bernard 以為翻屋企可以做個富二代，安安樂樂咁繼承家業。啱啱先對抗完大魔頭希特拉，轉頭又要應付另一個女魔頭 Mary Louise。不過今次係佢阿媽，佢阿媽話要繼承家業，想要做得好，一定要由最底層嘅苦工開始。所以 Bernard 由洗樽、倒渣、葡萄園嘅花匠做起，每日做足10幾個鐘頭，仲要隱姓埋名去其他酒莊跟師傅學藝，足足持續咗好幾年，先至得到阿媽嘅認可。喺1948年 Bernard 正式接手酒莊，當時嘅 Laurent Perrier 只係喺全香檳區排第98位，成日都俾人忽視。當時嘅香檳區大家都用傳統嘅橡木桶，但係 Bernard 發現橡木味會掩蓋香檳嘅清新果香。到咗70年代，佢做咗一個全個行業都認為佢係一個黐咗線嘅決定，將所有嘅橡木桶換晒做現代不鏽鋼嘅控溫發酵槽。佢呢一個改動改變咗整個香檳行業嘅釀造標準。因為呢一批嘅香檳推出之後，全個歐洲嘅米芝蓮餐廳同名流都愛上咗佢極致花果嘅清新口感。佢亦都成功將 Laurent Perrier 由98名一路打到上全球第3，所以連英國嘅皇室都係 Laurent Perrier嘅 fans。1979年，當時仲係皇儲嘅查理斯3世曾經秘密到訪酒莊嘅地下酒窖，佢係全個香檳區唯一獲得查理斯3世親自頒發皇家御用認證嘅品牌。查理斯好多宴會都指定用上 Laurent Perrier 嘅香檳。Laurent Perrier 嘅莊主 Bernard 由二戰嘅無名小子用香檳換坦克，最後攻入希特拉嘅酒窖，繼承家業，仲要將香檳發揚光大。Laurent Perrier 嘅故事簡直仲精彩過電影。下次見到呢支香檳嘅時候，記住呢支香檳背後嘅熱血同傳奇。記得訂閱我哋 Why So Funny， 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另外我仲有個關於葡萄酒嘅着數要話你知，如果想買到全港最平世界名莊或者靚酒，可以加入我哋嘅私人群組，定期會收到最低嘅葡萄酒優惠。我哋嘅群組已經突破咗3000人啦，掃一掃個 QR code， 快啲加入成為我哋一份子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 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下次見，拜拜。